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咱嘛先欢迎咱的上台这阿公阿嬷，咱的同学，甲咱做礼拜。真欢喜，伫遐尼天气遐尼水的一个主日，咱会当三甲来敬拜上帝，咱先同心祈祷。主你的圣神临在高原地内，你亲身透开你的话，透开你的话，亲身教示，当阮面对你的话语的时阵，你要甲你话语真正的意义改变互阮听。下面的时间出伫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第八是着惊兄来灵敏以外吼。灵敏，啊，是安怎佫惊吓？也是讲惊吓是安怎灵敏吼？今日咱已经到犹大书吼，犹大书，这已经是新约要结束啊吼。啊，干那一章尔，短一章吼。啊，犹大书是一本册，伊咧处理啥物问题吼？伊咧处理教会内面基督徒。受到希腊、希腊哲学的影响，希腊哲学的影响吼。希腊哲学甲一般的看法吼，一个介重要的概念就是伊甲人分做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灵魂，一个部分是啥？互你摇？肉体吼，一个灵魂是，一个部分是灵魂，一个部分是肉体。这是一个介基本的观念。有安尼分安尼了后，佫有介济派的解说吼。伊遮要处理的一个派别是比较是诺斯底吼，伊是咧讲啥？伊咧讲肉体是无好的，肉体是无好的，灵魂是好的，吼。你若吼，人生去做你肉体拢无要紧，袂影响到灵魂，吼。你纵欲啦，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拢无要紧啦，反正你的灵魂安怎？灵魂追求也是你的灵魂有比别人较悬的迄个境界迄个阶层，安尼就无要紧，犹大书咧处理的这个问题，是讲教会嘛有一寡人有即款的想法，毋过不只是甲分做是灵魂这两个灵魂一个部分尔，伊佫甲灵魂分做灵甲魂，变成三元论，都还是二元论变成三元论，啥物意思？就是讲人有分做肉体、魂甲啥物？甲灵魂就是所有的人拢有魂呐，活命的人就是有魂伫内面啦。毋过，啥物款的人有灵？啥物款的人有灵？用咱佛家的想法就是有慧根的人才有灵啊。你特别无共款你看圣经你较看有灵上帝有一寡特别的文书会互你，袂互别人干那你会晓讲天使讲的话，其他的基督徒袂晓讲。干那你会当看到介奇怪的现象，其他的基督徒拢无。伊讲即款就是有灵的人，其他一般的是干那有啥货？有魂尔啦。你们都是低阶的只有这个有灵的才是高阶的我会有一些很特别的灵异现象我会去听到，我会去看到我嘛会当讲甲恁无共款的话。迄阵到迄。有即款的想法，其实跟咱即摆嘛是差不多啦好，咱所讲的即段经文要处理即款的问题。一开始，作者伊讲啥？伊讲到末世到末世到落尾的时阵有即款好机巧的人啥物叫做好机巧？咱的台语圣经翻做气象的人，妈你嘛毋是毋知你讲，毋知你讲啥？啥物叫气象的人？就是讲即款人安尼共假啦，喜欢用那些讥讽的话去共质问啦。比如讲，什么嘛无对，
陈妈妈，你唔介晓煮菜，啊，介今日煮安尼，吼，知影我咧讲啥无？陈无叔，陈妈你啊，陈无叔，你唔介晓讲到，你看家己行为拢做袂到，就是用一些很刺激、很讥讽的话在讲的，迄个讥诮必有，伊讲到落尾有即款人会走出来，即款人出来要创啥？因有啥物款的地质？因是无敬虔，照家己的需要在过生活，特别讲三个特质，互人介绍。伊讲第一款，即款人是安怎？因河本川的结党，咱两款的河本讲结党，咱的汉语台语讲混动。其实咱用即摆话咱来用即摆话是啥话？制造分裂啦。什么叫制造分裂？你有一寡人去银行存款会当18%，另外一寡人几趴？3%，真够有3%，1%。你若安尼规定落去，就是咧创啥？即款的规定落去，就是咧制造分裂啊！伊讲，即款无敬虔的人好讥诮的人因拢会制造分裂、结党、制造分裂。伊会特别甲家己特别的高举。我甲其他的基督徒无共款。恁祈祷的时阵，敢会去看到物件？会袂？袂恁拢祈祷到困去对无？我也无共款。我祈祷的时阵上帝互我看到啥？看到异象我会看到某物人会发生啥物代志，我会看到下一期乐透彩的号码安尼就好啊就是讲，现在人结党，他们会制造分裂。要讲这的人是属于火气，啥物意思？咱唔通搁哩希腊哲学迄个分法，就是讲这人属肉体甲属灵魂，唔是，伫新约圣经介绍无共款作者，伊若咧骂人属于火气，flesh 肉体就是咧骂即款的人伊拢是照这个世界的价值在过活，在过日子。这个世界说什么最好，他们就跟着什么最好。他们认为，因这人认为家己是属灵的什么特别的阶级，对不？他都要讲的。因这个人因家己是自认为伊是属灵的特别阶级，因家己分别出来。阮甲恁这普通的基督徒无共款。我是特别有信心。阮会晓足奇怪的现象伫阮的身上发生，恁拢无。按哥顶着犹大说你们反而是什么？你们反而是属血气的，而且怎么样？没有圣灵，因为圣性的灵在的时阵，袂去制造分裂。当圣性甲咱做伙的时阵，袂去制造迄个分裂。比如讲，咱定讲圣灵、圣性会想出咱介一个文书，对无？是不是？有无共款的文书？毋过文书无共款，圣性要互侪无共款文书的基督徒做伙的时阵，会当正做一体。圣性敢袂讲，互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拢会晓讲道，拢做到讲道，袂咧，圣性袂安尼做。圣性讲敢袂讲，互所有的基督徒好拢做到关怀别人呢？嘛是袂。敢会互所有的基督徒拢会晓讲迄个方言，嘛是袂啊。毋过若有人伊要坚持讲，所有的基督徒拢会晓讲道，你若袂晓讲道，你就安那？你就不是好基督徒，这样是不是就分裂了？是不是就分裂了所以，检测这人有特别的能力。
啊，毋过当因安尼在强调的时阵，这个就分裂了。啊，那这个群体若分裂的代表有现行无？颠倒是无现行。不管你外高讲道，不管你外高关怀，不管你外高讲方言，你分裂的表示是无现行同在，无现行存在。所以这个作者伊讲，这款的吼无敬虔的人有这三个特质。啊，你呢？这基督徒有一个勉励，讲唔通安尼，咱来安怎？咱来伫至善的真道。毋过咱若看咱的汉字本翻译吼，伊是翻安怎？第二节，若是所听的兄弟啊，要伫领悟至善的啥物？信，哇，哦，至圣的信吼。和本的翻译可能有点错误哦，直接讲信心啦，哦，伊讲，你唔通学遐无敬虔的人，咱来安怎起造家己？咱要起造家己方法，咱来有这个至善的信心，要有信心。啊，伫圣行中，祈祷，伫圣行中来祈祷，好，在圣灵中祷告。咱常常吼，祈祷若干那要祈祷家己要卖的吼。那是照着自己私欲来祷告，对不？好，龙头啊，头啊嘛，你拢安怎祈祷？各位兄弟，哦，平安哦，平安其实是后壁阁有三字啦。平安大发财，算毋是咱毋是安尼讲。重点是后壁三个对吼。啊，毋过伊讲，你伫圣性内面祈祷的时阵，哦，是咱内面的圣性吼。伊会当体贴咱的心，嘛会当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咱内面的圣性来祈祷，咱的祈祷会合伫上帝的旨意。啊，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一开始，咱拢嘛是照咱家己的意思来祈祷，啊，毋过渐渐，当咱挖靠圣性来祈祷的时阵，迄个祈祷就愈贴近上帝的意思。这毋是一工两工的代志。这代志时常常祈祷，靠有法度安尼。吼，第三，讲伫上帝的听内面啊嘛，保守家己。啊来，毋忘主耶稣基督的灵命。你有看到这三位上帝造出来无？各位兄弟，有没有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跑出来了？吼，你伫伫圣性内面祈祷。你伫伫上帝的听，保守家己。你伫毋忘啥货？耶稣基督的灵命。伊遮特别讲耶稣基督的灵命，伊去摕着即个灵命吼，甲后面等者咱要讲的有关系吼。伊是安怎特别去讲着迄个灵命？咱先来遮结束了。对于这三位一体的上帝，咱爱用啥货？信心，好，爱用信心。去支取吼，去接近吼，去挖掘。不管是伫圣性内面祈祷，还是伫主上帝的听内面保守家己，还是咱毋忘主耶稣基督的灵力，拢爱靠咱的信心。吼，拢爱靠咱的信心。啊，即马后拄仔讲着讲，这无敬虔的，伊是有迄三个特质。啊，咱即要伫上帝内面去做咱家己的，来照这四个方向去做，对无？啊，即摆歹的家己的，即摆作者都提到今日咱的重点吼。伊讲，恁着爱存灵敏的心，对什么款的人爱灵敏？哇，讲出来吼。对有怀疑的人，爱存灵敏的心。啊，你对另外一款人吼，你爱对血内面，甲伊安怎？甲唱出来。伊是无写啥物款的人啦吼。我甲解说是渐渐已经咧要做歹啊，已经要陷入罪恶里面的。吼，第三款来讲，你若对迄种另外一款人吼，你着爱遵灵命来行行。
伊嘛无写啥物款的人，啊，毋过我会理解做，已经安怎陷伫即个罪恶中的人，吼，3个阶段吼，伊敢若经文敢若写第一款的人，就是有妖异的人，吼，啥物叫做有妖异的人？伊咧做对毋对，做好甲歹，做属伫上帝，属伫上帝国，也是属伫即个世界的价值，伊还搁咧创啥？变来变去，吼，伊搁无啥确定时阵，即个作者甲咱提醒，咱基督徒对即款人要有灵敏，就哪亲像头拄咱讲的，毋望主耶稣基督灵敏，主耶稣基督是安怎灵敏咱的？各位兄弟，咱要思考看卖啊无？主耶稣基督是安怎灵敏咱？伊是安怎？伊是本来是高高在上的上帝，伊诚做啥物货？诚做人，甲咱一样，甲咱生活做伙。伊是用即款的方法在灵敏。这若用咱即摆的话叫做同理心啦，知无？同理心。有当时啊吼，当咱做强的时阵吼，咱做勇的时阵，啊，咱做有气力的时阵，咱实在无法度理解，有一寡人是安怎遐尼无路用，遐尼软弱，遐尼笨拙。各位兄弟，有听知影我咧讲啥无？你有即款经验无？啊，你连这个事情都不会做。啊！你怎么连这个题目都会写错？各位兄弟，咱捌讲过即款话无？捌讲过无？啊！你看，迄个笨桶啦，连这也做袂好。当咱会当用即款的态度去对别人的时阵，这叫做没有同理心，无灵敏。因为咱知影，咱做强的，咱做有气力，咱做厚。咱无法度去体会即马做袂来的人伊的心情，咱无法度去了解，伊就是还袂到即个程度。今日经文甲咱提醒，对即款的人，伊还袂徛在的人，伊还袂清楚的人，咱要存灵敏的心。吼，啊，毋过第二项，伊讲对另外一款人，你爱亲像吼对火内中。火内面甲抢出来共款，啥物意思？叫做对火内面甲抢出来。哦，你讲无？咱拢介绍即种经验是无？哦，有一摆去拼粪扫吼，准备一粪扫伫边啊，啊另外一袋是我款好要买物件。哦，我心内想哪，等一下要拼粪扫来摕啥？倒边即个粪扫，正边即个落啊是啥货？我要买。啊，愈安尼想吼，啊听到迄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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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迄个粪扫车来啊吼，总安那？总杀，我要买迄个物件，伊地我要买，好，安尼个。车厂总哦，变啊，啊，总安那？我等你，哦，这是这句英过吼，啊无分迄个啥？没有分那个什么，垃圾袋要钱的那个时代。但了吼，毋知安怎心内一个无啥平安，哦，啊，毋过我就外头走啊，行吼，迄个无平安愈来愈安怎？愈来愈。越强烈哦，总忽然想讲，我在等你啥物件？我嘛无法，我等到底是等这哪一个袋子，我拿去丢，我就要转去看，较对啊，是恁总机粪扫车较对。当然是总机粪扫车对无？哦，总机啊，伊迄个已经要换迄个，你们倒过垃圾没有啊？哈，倒过垃圾对无？伊若抹起来伊安怎？伊会扛起来，佮甲揪去了，伊就开始咧动啊吼！我三笑时，佮动咧吼，伊撞起哩吼，内面有做垃圾无？有哦吼，
我春笑眯眯，要予我啊搭大家的物件，哦，予出来，果然是什么？果然是我要的吼。各位兄弟，迄个情形吼，我都了解即摆新闻咧讲的，你为会中啊甲唱出来吼，你若互迄个铁甲砍落，哇，一声真正，砍落你第一对不知下走啊吼，对无？爱对走去对，走去福德坑是无？迄个有一个叫做福德坑是无？你着去遐慢慢挑吼，挑你那一代宝贝吼。今日犹大书的经文讲，咱对迄种特别落落即款的人，已经特别落落啊，你得安怎？甲抢转来，你毋通当边仔无要无紧，咱想讲啊，无要紧啦，给他吃点苦头啦。因兜的代志啦。哎哟，我较无爱为着伊甲捌着我的手的。毋过，毋是，伊是讲。各位兄弟，各位基督徒，咱对你若已经做清楚，看到伊开始要跋倒啊，你也甲抢转来，这款心急吼，很急很急的，很可切的抢回来的那亲像要对会中啊呐，要揪出来共款。第三种，伊讲对另外一款人，你来尊。灵敏来着惊，这是咧讲啥？我认为你讲的是已经安那，已经跋落的人吼，因为伊后壁讲着，伊煞讲伊的解说吼，伊讲，令着惊吓来灵敏伊，令迄个互肉体拍垃圾的衫的样貌，什么意思？就是讲，你对即款人吼，你虽然尊灵敏，毋过你得爱惊吓，连伊的衫吼，你甲摸着你嘛会惊。哦，伊这个比喻已经回到古约，古约在讲，你若生着太哥病，麻风病，咱即摆讲汉生病，你袂使甲摸着，你连摸着伊的衫，你嘛安那？圣体传染着，伊用传染这个概念在讲这，啥物叫做对迄款做歹的人，已经陷落去最恶的人，你虽然爱心存灵敏，毋过你着惊吓，是安怎？这啥物意思？意思是讲，你毋通掠做你家己改搞，你要甲救，你要甲解救，这是改好。毋过，你若无注意，你若伤过大意，你家己嘛会安怎？你嘛家己会败落，你家己嘛会败落。我家己有一个最深的经验。我高中的时阵读中正高中，我迄个时代中正高中第4志愿。建中、附中成功了的中正，毋过我伫高中的时阵拢逐个拢掠做家己会考着对建中因为我咧学校迄个初中是介好的一间初中我拢讲初中对无？我迄个时代，其他拢讲国中，敢若阮迄间学校叫做初中，你知无？伫迄个敦化南路甲仁爱路迄边已经。然后你讲啥？我拢叫家己，我拢讲是初中，爱用课会较会记。迄规班差不多前20名，拢会当考着建中的，所以拢认无问题啦。无拍算考出来是啥货？第4志愿，哇咧，就无想要读册啦。我迄班真奇怪，迄班很特别哦。迄班内面拢是7个囡仔，毋过拢是10岁的7个囡仔。阮的班老师做有名来，知影一个叫做关中无？咱听过关中无？知阮导师就是关中的弟弟啦。
哦，哦叫做关键，这名这特别吼，一个关键哦，关键吼。哦，安尼关键哦，这导师哦，甲阮上课第一讲就讲，甲阮全班讲，你们要团结，做伙读册，做伙相拍。哦，啊，大家哦，你当相拍哦，哦好，啊哦，那个老师也是很，安尼浪子型的老师哦，互伊带起来，所以阮规班哦拢怪怪，吼、哦，啊有一届吼，就是因为阮伤过嚣张哦。1年级的3年级的学长哦，甲门有一届下课哦，甲门踢开，伊来甲我骂，哦，讲阮伤过嚣张哦啊，那个时候学长学弟制还是很明显的，啊，大家惊着嘛吼，啊，毋过吼，下一节课体育课，我们一般都4路的吼，因为伫操场拄着，去拍遐个学长啊吼。啊，我拢会记起导师讲一句话，啥话？相拍得安怎？爱团结，全班哦去拍迄3年啦，吼，一般去互拍啊，大家乖乖吼，这上课拢做乖吼。吼啊，迄班就是安尼伫学校咧耀武扬威吼，啊很团结，所以我们那一班只维持1个学期。下学期说被分班呐，这种跳掉啊吼，很少发现这种情况吼。下学期我一般拢这种跳掉，吼。啊，虽然跳掉了后，阮游玩介好的朋友拢做伙，吼。啊，阮伫学校内面算安尼佚佗囡仔，啊，毋过渐渐伫外口嘛会甲一寡帮派安怎，吼，甲做伙。迄个时代是甲无共款的时代吼，甲咱即摆看到穿乌衫迄拢无共款。我迄个时代是很讲义气的时代。遐个帮派吼，靠阮是高中生，而且是会去考大学的高中生吼。伊拢甲阮讲一句话，伊讲吼，恁甲阮做伙佚佗无要紧，啊毋过恁袂使安怎？袂使真正加入阮的帮派。甲即摆有共款无？吼，甲即摆绝对无共款。吼，伊外口遐个人拢甲阮讲，恁甲我做伙说无要紧吼，啊，恁有代志拢甲我讲就好，吼，我会替你出头。啊，毋过恁毋免加入阮的帮派，因为恁以后要考大学。吼，啊，阮就安尼拢算做伙。后来吼，我读到2年的时阵吼，就被学校请出去了。哦，高2的时候吼，就说哦。那个陈世豪，那个我们中正高中留不下你哦，你要不要另请高就啊？你好，好，我就从我妈妈就给我列出来吼，你要转学吼，转学到高雄的道明中学，捌听过无？好，哦，我是道明毕业的吼，所以我去为台北拢有去高雄，总甲台北遮的人拢无干关系去吼。阿哥，我妈妈有一点失算。我到高雄以后，就结交另外一票朋友。好，我即摆要讲的是，等我后来考去屏东农专，即摆屏科大，伫遐读册，吼，啊，伫遐开始伫教会服侍，拢变一款人，规人拢变去啊吼，哦，他们拢加做经济，溜啊拢溜，溜到遮吼。我迄过他们偌长诶，当长到迄个后面诶背部诶吼，啊我迄内容扣都有第3个不扣的吼，然后讲你开去卖钱啦吼，啊有一天吼，我倒来台北，吼伫为屏东放假倒来台北，行伫路里，我会去做前侧诶吼，迄阵佫有还有剃鼻路，那个平交道，伫八德路，还是后壁迄个啥物路啊？反正我是路痴哈，路都讲不出来。反正我咧过平交道的时阵吼，被一群人挡下来，我无看清楚，看起来迄拢是青面獠牙吼。我讲哇，死啊死啊！即声拄着，吼，迄个
少年的时阵安尼晃动，一定得是介一个人安尼一下去的，嗨啊！一个人拄着啥？啊，一群人，而且在平交道，在铁路顶面拄着，吼，规拢软去，你知无？哦，被围起来，哦。啊，徛上头前迄个人吼，脸还有2、3个刀疤。讲这声吼，哇！我心内咧祈祷，我上帝啊，我已经改过自新了呢，吼！我已经悔改啊，我是浪子回头，看看我都有这款代志。无拍算吼，迄个脸上2、3个刀疤，迄个吼，总叫我的名，讲陈世豪。伊叫我的名了，我较真足甲看啊，这个我同班的呀，我同班那个，就是被拆掉的那个班的那个同学，他功课很好，我尤其也记他数学很好，我拢咧考20-30分的时阵，他都可以考60-70分，他数学很好。啊，不过我看到伊认袂出是伊，因为即摆已经变做真正的乌道去啦，是真正的黑道。伊记即我的名伊嘛细胆伊叫我陈思豪，我拢举头看伊的面我拢惊着。伊讲伊看我一人已经变做好人的款点变做哪亲像是好人伊变一个面，伊迄面拢已经是做歹的面伊讲你最近混得不错那种台语讲的我实在是无啥物话会当甲伊讲讲你来好照顾家己啊，讲一寡，那告诉你讲的，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讲了因一支人就行过讲后会有期就走啊我搁一人徛伫迄铁路顶面，我脚行袂去，你知无？我毋是咧惊吓咧带，我是想到一件代志。我可能会像伊安尼，有可能无？有呢。我有可能我面嘛是画2个刀疤，甲因徛做伙，甲因变做真正的这条囡仔。我无共款的带领，我变做另外一款人。我徛伫铁路行袂去，毋是我会惊，是我艰苦。我心内做艰苦。你讲迄个黎明的心拢走出来，讲即个同学甲我是共款，一个学校共款一个班级，做伙大汉。伊的际遇甲我安怎？无共款。毋过伊会安怎？伊会变做安尼，我会了解袂？我完全了解。我做体会会了。我做了解，我会当用人命对待伊，因为我知影伊是安怎会变安尼。毋过我敢甲伊做伙无？迄阵的我心中在想讲，我要安怎传福音互伊，我要安怎甲伊做伙行去，我要安怎诚做伊的朋友。毋过我知影我无够硬，我知影我无法度。即摆的我有一天我若拄着伊，我一定会甲叫来，要啉酒还是啉咖啡？我一定会用这个时间甲伊做伙。毋过，就亲像家己的经文就提醒，伊讲。你着存怜悯的心，毋过你着怜悯来啥货？来行行。你毋通掠做，你靠你家己一个人的力量，你会当改变啥物人？你着爱敬畏上帝，你爱知影上帝是掌管。你毋通对你家己伤有信心，讲我是一个好人，我即摆甲一个歹人做伙，我要甲即个歹人变做好人。各位兄弟，咱有即款怜悯的心介好。毋过爱怜悯来行行，咱来知影，咱甲即个世界是无共款的价值。咱无要甲伊混会，
啊，毋过咱着爱伫上帝的听内面保守家己。我到当还搁咧怀念纪念我迄个朋友，吼，伊真正是一个好学生，足巧的学生。毋茫上帝无气杀我一个同学，就亲像伊无气杀我共款。咱同心来祈祷。至善，阿爸上帝，我真正毋知你对阮是甚款的计划，是甚物款的带领。我敢若通一步一步牵条你的骹步，你的领带对你来行。我免特别为着阮心内邀义的兄弟来祈祷，帮助阮，着怜悯因。我嘛要为着渐渐咧踏入错误的兄弟来祈祷，伊着帮助阮，要甲唱出来，亲像对会中唱出来，会内面唱出来共款。阮嘛为着阮已经含伫错误内面的兄弟来祈祷，啊，要求主，你着赏赐阮，着怜悯来行兄。阮甲即个世界有结连，啊，毋过阮已经分别为圣，真做你的百姓，帮助阮安怎过你所愿欢喜的生活。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